这几天，东南部靠受风唱高温，台东是热到36度。伫咧卑南乡就有农民着刷粉起，好佳在有人经过发现到，赶紧来通报，成功有甲人救回来。 日头正炎，天气正热，尤其伫咧田内面种植的农民，更加是热伤害高危险群。昨伫台东的卑南乡，就农民敢若是热到挡袂牢吊山，人昏倒伫咧火车的驾驶座，附近的农民赶紧叫救护车。有可能是热昏的啦吼，太热了这些。因为西南风沉降的影响，气象署继续对台东发高温警报。昨全台湾温度上悬的所在，伫台东金峰37.2度。这位58岁姓江的农民，敢若是因为热到挡袂牢，昏去唔知影人，一开始还阁碰无血压，好佳在抢救20分钟了，才有血压，互大家较放心。 刚刚3点多我来田里啊，而且以为他睡午觉，结果后来我4点半再回来，我要拿垃圾去丢，怎么还在睡啊？因为他车门挡到人家要过路的，所以我才想说给他叫醒，拍都叫不起来。 好佳在附近的农民发现无声着，赶紧叫救护车来救带。救护人员也伫咧车顶查看有药啊无，了解伊的病史。卫生部提醒大家，容易因为天气热造成热伤害族群，包括幼儿、囡仔、65岁以上的士大人、慢性病人，抑阁伫咧厝外工作的人，一定要保持身体凉爽，加啉水，补充水分，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